继续来看海军的前顾问郭树指控着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，甲唱水监的秘密资料外泄，引发着大风波。两个人拢告对方加重诽谤。台北市议员徐卡心早起来公布一段疑似是郭树的录音档，是郭树去年因为唱水监的成立，表骂一个韩国籍的顾问。徐卡心要求郭树出面确认这个录音档的内容。郭树是反呛着徐卡心为选举来炒新闻、做文章。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公布一个录音，声音主人敢若就是进前指控马文君涉到避避了海军前顾问郭树。竞业条款的关系没办法设立一个好好的法人。胡扯八道的，你现在讲的都是胡扯八道，你们去搞吧。我就跟你讲，小强，如果你能在台床上班。我郭喜的名字反过来写。当要6分外钟的录音档，徐卡心讲有送去检验，声音是正版，嘛无见过，爱郭树讲详细。因为选举才这样子，是你因为选举才这样子大做文章的。那么徐卡心郭树嘛上公布节目，讲马文君的有问题。马文君把这个资料送出去以后，他以为这个神不知鬼不觉。我们的朋友们回到国内的时候。一下飞机就被铐啊！检监泄露秘密的疑点，更唔难呢。郭树指控马文君参加机密会期，无签保密协定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讲，马文君在咧质询的时，佮公开机密国家名称。机密资料摆那边以后，他去看一定会签名嘛。所以我们在国防部开会会有时候单子，但这个立法院这样好像没有这样做。检监泄露秘密的疑点也出来，马文君除了报新进全部指控，嘛发出声明，将一份和海上专案相关的录音档交予调查局，嘛请因赶紧处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